超兔朋友今年同太歲相合，咁代表咗人緣同埋事業、人事方面都係較為和諧嘅。加上將星、金匱、解神、天解呢幾粒吉星護佑，將星係代表咗工作事業方面受到重視，有統兵領將嘅意思嘅，咁對管理階層特別係有利嘅。金匱代表咗有錢落袋，鎖入咗金匱嘅意思，即係今年財運唔錯。解神天解係代表咗逢凶化吉，意味今年接受挑戰係好多嘅，咁遇到頗多嘅困難，好在有貴人星相輔，最後尾能夠排除萬難，順利走出困境嘅。咁凶星方面啦，有白虎、浮沉、血刃、大煞、飛廉。咁白虎係代表咗女性嘅小人，今年可能跟啲唔講道理嘅女人發生爭執，咁亦都難於對付嘅。咁浮沉係指事情係進展緩慢，或者係反反覆覆，影響到運勢係比較低落嘅。咁血刃係代表咗血光之災，可能要動手術。咁大煞同飛廉係代表咗有尖銳嘅利器、硬物所傷，或者係飛來嘅橫禍。整體嚟講，今年雖然係事業係好啦，財運都唔錯，但係危機處處，咁要小心翼翼，咁唔好同人哋爭一日之長短，亦都唔好參加高危嘅活動，咁亦都可以平穩度過㗎喇。超兔星運錦囊，今年喺東北位放一把五雷桃木劍，咁有助於震懾白虎強人，亦都可以隨身帶一隻墨玉嘅貔貅，亦都有幫助招財同埋化小人嘅。咁年頭就最好就捐下血、洗下牙，又或者捐啲錢俾慈善機關，積福積德，亦都可以能夠有助減輕災劫。